今日係2025年6月28號星期六，亦係聖母無玷之心嘅紀念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聖言金句係出自路加福音第2章第19節。瑪利亞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覆思想。今日嘅讀經一係依撒意亞先知書第61章第9至11節，主題係我要萬分喜樂於上主。福音係聖路加福音第2章第41至51節，係講述耶穌12靈講道嘅事蹟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內容如下：耶穌至聖之心，經年我等；聖母聖心，為我等祈。主耶穌基督嘅心同聖母嘅聖心彼此相連，不容分割。聖母係我一生要學習嘅榜樣，因為喺聖母身上只係睇到佢係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，以天主嘅旨意為佢嘅意願，承行主旨。從4部福音，除咗聖母讚主曲之外，聖母嘅話語不到10句，但每字每句都讓我哋要細味咀嚼，深思反省。因為聖母教導我哋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覆思想。對天主喺我哋身上嘅上智安排，我哋又點能夠明了，點能夠了解？但原來基本功係學習聖母將一切默存心中，反覆思想。咁樣亦意味住我哋心中每時每刻都意識天主，有主同我哋同在。今日嘅祈禱同反思如下：願我哋以今日嘅獻禮經作祈禱。主耶穌基督，求你使我哋唔再心硬，開啟我哋嘅慈緩嘅心，嚟細細體味你聖心嘅愛，使我哋能夠以愛還愛，喺生活上愛主愛人。因你嘅聖子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，佢同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亞孟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